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食老有三歹，其中一项就是放尿有尿袋，也毋过食老嘛有三好，第一就是顾家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袋，尿袋袋，读倒爱袋第二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袋就是物件内底沉底垃圾物啊，咱讲是坐袋。另外，这个坐袋嘛有搞破病意思，或者是形容一个人足啰嗦、足给人找麻烦，袂晓变通。另外讲到这个沉底垃圾，若是讲油坐底垃圾物件，咱讲是油袋；若是药啊内底泡，咱讲是药袋；啊，若是火甲、火垃圾，咱讲是火袋。放尿引起的垃圾，咱讲是尿袋；也有掉伫咧地杯的垃圾，咱讲是地袋。较早讲，若是这个芳气芳甲的激人，咱讲是呆芳；若是食物件食落的胃的甜味，咱讲是呆甜；若是甜甲的胃的味，咱讲是呆味。另外，这里也有音读做赖甲仔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油袋，也就是油的垃圾物件；第二个词读做乌赖火，某人读做乌呆火。意思是讲一个人因为血循环无好、气血无通，引起到血水烦恼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较无咧运动，血循环无好，有乌赖火，趁年底大摒扫，清灶开油袋，顺续运动，会当讲是一减二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袋，另外音读做赖甲仔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